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機會令心臟病惡化？我不嬲都有高血壓、糖尿病同埋心臟病。上次中咗 RSV 真係好辛苦啊！瞓咗幾個禮拜醫院，仲搞到心臟病發。唔止影響個肺，入院之後好快就手腫腳腫，情況惡化得好快，做咗搞到有肺炎，個肺花晒，仲惡化咗自己本身嘅心臟病，好嚴重。咁長期病患中 RSV 真係唔講得笑喎。有啲長期病，成日食住藥，抵抗力係會差啲。中咗你都咪話唔驚啊！我今次真係大步攬過，如果再中，未必有咁好彩啦。今次冇事唔代表下次冇事。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，50歲以上長期病患係高危，即刻問下醫生，保護你同你家人嘅預防方法啦。